好来，乡亲啊，煞来看这个游乐园指挥中心讲要控管人数，以游乐园上大服务人数的一半，或者是停车位的50%来作为人数的上限。啊，这个游乐园的业者讲，这个政策对因的影响无大，因为清明4天的连假，入园的人数嘛才总量的3成左右。重点是，这个游乐园内底有饭店、有卖场，这个人数到底要安怎来计算？车指挥中心都要讲好清楚，安尼因才好配合。受疫情影响，本年有名乐园生理冷清。所来虽然有5月连假，但是疫情指挥中心定出乐园总量控管，以上大承载人数计算，游客上多只会当有一半就远。我们一定会配合政府的政策的。虽然希望人愈多愈好，但是嘛配合中央的步调。台中这间主题乐园有水陆2区，也有饭店、outlet卖场。业者讲，游客全部拢揽做伙。加上人口伤多，嘛无容易控管，希望中央会当讲清楚，到底人数要安怎算。那因为现在草案它的详细规定也还没有出来，所以我们也会，如果它规定出来的话，我们会全力配合。这款的政策敢会互已经受到疫情影响的人数搁再减少？业者讲，清明连假时入园的人数大约嘛只有3成左右，也无到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规定的5成。不过嘛强调，若是真正人潮有增加真多，会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。